係咪覺得好奇怪？點解美國被胡塞襲擊咗之後，卻一點辦法都冇？點解打遍中東無敵手嘅以色列被胡塞搞得雞犬不寧，卻只能忍氣吞聲？首先，乜嘢係胡塞武裝？其實佢根本唔係一個國家，只係也門嘅一支武裝勢力。跟住落嚟，重點分析點解美國同以色列都攞胡塞冇辦法。第一，地理因素決定美國難以喐手。從地理上睇，也門嘅條件簡直係游擊戰嘅聖地。佢雖然擁有長達2200公里嘅海岸線，但國土絕大部分為高原同山地，其餘部分係沙漠。咁樣嘅地形對美國極為不利。此外，胡塞武裝控制住紅海沿岸嘅重要咽喉要道曼德海峽。美國嘅軍艦、商船途經此地時，時不時就會遭到胡塞襲擊，讓美國苦不堪言。第二，武器成本因素導致美國打唔起。特朗普曾經氣勢洶洶咁開展紅海軍事行動，揚言要消滅胡塞武裝，最終卻只能灰溜溜咁簽署停戰協議。主要原因在於打唔起。胡塞襲擊成本低，胡塞使用嘅無人機成本極低，單價估計連$200都唔到。美國攔截成本高，美國嘅艦載攔截彈單價大約$200萬，用如此高昂嘅成本去攔截低成本嘅無人機，每次攔截都意味住巨額虧損。胡塞武器先進，如今胡塞武裝擁有高超音速導彈、防空導彈等先進武器。據胡塞武裝對外披露，僅一個月時間，佢哋就擊落咗美國7架無人機，損失將近$3000萬，相當於約2億元人民幣。美國簡直蝕大咗。據講仲有2架大黃蜂艦載機墜海。據央視報道，5月4日，胡塞武裝發射高超音速導彈，攻擊咗以色列嘅本古里安機場。值得注意嘅係，攻擊距離長達2000公里，且該導彈時速達16馬赫，仲能夠機動變軌。即便強大嘅以色列鐵穹反導系統亦都難以攔截，最終導彈成功命中目標。胡塞武裝再次向世界證明，和平往往需要通過鬥爭嚟爭取。唔知佢嘅老大哥伊朗係咪領悟到咗呢一點？